梅仔的采收期啊，南投县政府甲信义、水里、仁爱这三乡的农会共同来举办梅仔节，这个礼拜日3月20盛大登场。过到一年一摆挽梅仔的季节，南投县政府和信义、水里、仁爱三乡的农会，要邀请民众为后礼拜开始，就会当来南投县这三乡镇参加试梅仔的活动。今年的果实应该也较往年会比较硕大。去年底梅花提早开花，所以今年的梅仔嘛提早伫咧3月中地当开始挽，大家做挽今年头一浪的梅仔，嘛家己来动手试梅仔。最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有手做精美的活动，大概有上千人的活动。梅仔是讲真对身体真有帮助的食材，欢迎民众若是有兴趣，会当伫咧后日20号礼拜日来到信义乡的梅仔梦工厂参加试梅仔的活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